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今仔日指控桃园的南坎高中放任校园暴力，讲学生攻击同学甲老师，学校煞是无照规定通报，要甲代志扫掉。若学校是表示讲，这个学生是特殊生，和同学之间冤家尔。不过攻击老师的部分都有通报啊。 甲桃园、甲新北市的会员工会全教散伫这点名桃园南坎高中发生校园暴力的时阵是无通报，因指出有一个特殊学生9月底是2届攻击同学，学校无通报。10月初，这个学生攻击老师，嘛是学校内底的老师要求才完成通报。 暴力偏差行为，其实在校安通报里面，它属于一般校安事件，它其实是被规定在72小时之内要通报。这2组的学生他们其实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言语冲突，因为没有符合这样的要件，所以我们便通报。学校表示，认定甲同学拢是讲话的冲突，才会无通报。也毋过第3届有伤到老师，开会认定有通报。全教散是表示，这个学生高中的时阵就有暴力的问题，入去高中2个月发生3起，已经造成老师甲学生的惊吓。校内老师也要求说，能够比照国中的阶段抽离。你没有抽离的话，那其他的学生是不是处于恐惧之中？他如果适合进班的时候，会让他进班去看。如果说他觉得说他自己有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我的情绪上面好像不是很稳定，那他就会抽离。所以他并不是长时间就像一般生一样待在教室里面。南坎高中强调，为学生立下到即马，一直咧找好好照顾伊的方式，嘛，互同班的老师、学生知影，伊情绪无好的时阵安怎面对。但是全教散是强调，这毋是个案。面对特殊的学生，教育当局应该互学校甲老师更较侪支持。记者小新志平台北报道。